亲啊，众兄弟若要听歌，就紧来呀！今日要来介绍这个节目，实在是真精彩。什么款的节目真精彩咧？嘿，这个节目专门咧介绍台湾大大小小的代志啊！哦，这厉害哦！是啊，唔啦台湾的，嘿，世界万项代嘛介绍啊。嘛有哦。对，这个节目叫做是台湾新眼界啊！欢迎咱上届引导、上届有内在的主持人。世界万能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平阿土啊。真多谢 VV 笑念歌团两位团长安尼甲咱保，恁唔甘嫌啦。台湾新眼界会拍拼做甲亲像恁讲的遐好，嘛望观众朋友继续甲咱批评甲支持。观众朋友，你有看到念歌这款艺术，唔若歌仔册内底讲祝英台、讲聊天顶、讲八仙过海，事实上，讲5调、72调、10连便便要唱啥物，拢嘛有才调。歌声一个人，一支乐琴会当唱出大千世界。咱台湾歌声占头坎的杨秀卿，真遗憾，顶个月来过往。杨秀卿会讲，伊去唱草，去潮州卖鸭卵，总是咱有看到，拄只 BB 笑念歌团两位团长，在拢秀卿生的道地啊，伊的艺术准定会代代传。咱台湾新眼界今仔日做伙来讲歌声杨秀卿伊的艺术，甲咱台湾念歌文化。小介现场来宾邀请 VV 笑念歌团团长杜建志先生。大家好，我是下大港县念歌的阿弟。邀请 VV 笑念歌团副团长林den安小姐。大家好，我是弹乐琴的安安。邀请北艺大音乐学研究所音乐甲影像看戏学位学程专任教授吴英顺教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英顺。邀请咱台语台心所爱歌主持人吴国晶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晶。观众朋友，咱今仔日要来谈杨秀卿歌声，咱大先先来看杨秀卿过身的报道。我第一希望就是讲哦，互我的身体较勇咧。啊，我咧加这几年啊，学生安尼加教一寡，我即个吼艺术会当家传较久的。一生奉献念歌表演甲教育传承的国宝杨秀卿女士，17半暝过身，享受89岁。世间的富豪，塌塌地也不是人熬哦，才会存钱。老师的离开等于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其实我们的根本是在杨秀卿老师他们这一代，他们才是真正有接触到传统辉煌的那个年代。对杨秀卿的离开，伊学生杜建志感觉真唔甘，嘛表示杨秀卿近年来着送目睭看无、卡路歹，有关对着学生世界推广念歌，因为伊捌讲过一句话：少年念歌为生活，老啊念歌为文化。咱台湾的文化，哪会使去作反去？杨秀卿自13岁就世界走唱，后来拄着大环境影响事业，伊就想讲要互大众听有，就改编歌仔戏曲，独创口碑歌仔，夹变全台。伊伫1989年得到教育部民族艺术新团奖，2003年摕到文化总会终身成就奖，2009年文建会认定伊是重要的念歌保存者，去年嘛协办第40届行政院文化奖。歌人啊！较有元气咧，妈你叫我要点要倒，哎呦，我无法度咯。他不但是台湾传统说唱艺术的佼佼者，而且他是一个先行者，他把它做了改编创新。经过念歌无共时期的杨秀卿，团结的工作拢无停过，伊的过身象征一个时代过去。文化部表示会全力协助家属办后事，卖定请总统明日保养。记者陈嘉文、李学凯台北综合报道。咱讲咱个人间报告，杨秀卿老师吼，1934出世啊，少年的时阵因为目睭看袂到来学念歌，到1954甲杨再兴老师结婚后了后，开始伫广播电台念歌这个生活。
为1983年开始，伊开始传承这个念歌这个艺术，甲即摆咱少年人较捌尤秀卿老师是对2017年伫电影《迄观音》以及迄档的大港开唱内底吼，认捌到尤秀卿老师。伫大哥，咱知影讲尤秀卿老师即款看无的讲故事的人吼，伫世界上吼，各种文化拢足重要的嘛，是一款足神秘的人物。总是对伊来讲，伊是你的师傅，吼，伊是你的先生。伫你甲伊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敢有啥物伊的形象对你影响上大？对我影响，我安尼十通当啦，我会形容安尼问吼，其实学歌的过程趣味介侪啦吼。生活中其实咱嘛知影讲，老师较无方便，目睭无方便，其实骹嘛无方便。但是对伊遮，咱会当感受到讲吼，真乐观，而且因为这10外当来，阮帮老师做行政直接工课啥。当然，大细工课会拄着无共款的困难。阮来甲请教的时阵，伊拢用一种真乐观，甚至讲真有一个关度的即个态度去处理这个代志。即个过程我交安安，我嘛学习了介侪啦。嘿，对阮的影响其实介大。伫这个念歌这款艺术面顶吼，伊安怎甲恁看教？念歌的艺术，当然，先开始是袂晓嘛，袂晓先对基础开始来教，基础教会当念一寡底早仔歌的时阵，起先安就甲老师讲，阮想要学长出故事啦吼，长篇的故事，过来长篇的故事一出安尼学一段时间了后。阮秀卿老师就开始做一件代志，叫做动作伊袂晓。就是讲有当时咱制接一寡新的演出啊，阮来甲讲即摆即场就是咧讲啥货，咱来编歌。阮秀卿老师就开始动作伊袂晓，讲迄新的迄我听无啦，迄恁去编就好啦。阵开始训练。我交安，我来开始做编歌这个代志。抑个毋若讲编故事、编戏剧连，抑个按歌。有当时剧情到倒位，该当爱使用什么歌，起先拢是秀卿老师哪弹哪唱，阮就赶紧记录。到一段时间了后，甲问讲老师唱这要用什么歌？我知。我知，恁家己爱去处理就对。老师你唔知安尼，我要安怎唱？恁家己想看卖要按什么歌啊？阮即摆若按落唱了若较无适合，伊就真委婉讲，你嘛会当用即条试看卖啊？用即种方式慢慢引导互阮开始来家己编歌，家己来开始按歌落安尼。是。这是向老师学习，真趣味的一个过程。是，安子，秀卿先吼是师的，你甲建地大哥是师啊吼。伫这个过程中间，你敢有一个坎站到一个时间点，感觉我已经出师啊，会当家己去念歌做表演。吼，出师这2字吼，实在是有影唔敢讲啦。阮常常拢讲吼。甲老师学一档两工了后，还感觉家己还是一个袂输幼稚园的学生尔。老师已经是大学的教授啊哈。所以吼，我感觉因咧牵教阮遮的迄个学生实在是吼足无简单的啦。阮只个一个两个啦，又搁歌仔嘛袂唱的啦，搁台语歹的啦，安尼斗吼，伊常常讲一句讲吼。1日3练，3日9练，9练就成功安尼，就是甲阮讲吼，你若是袂晓，你就一直甲练，一直甲练吼，早时起来的时阵吼，唔通先食饭，先背歌句，嘿，腹肚枵的时阵背歌句，迄才会调腹。
哦，是袂晓唱就接唱，袂晓讲台语就接讲，安尼就有效对。对。是，吴教授过来甲你请教吼，对咱知影讲杨秀卿是一个足出名，对咱是国宝的一个歌星。咱台湾文化内底有念歌这款的文化，伊是安怎对台湾这个土地生出来，还是安怎会生做这个型呢？这应该讲差不多伫咱台湾以前讲叫光复了啦吼，就是讲战后啦吼。咱战后迄当阵台湾。这个电视也无讲遐开始，迄当阵呢，为规个台湾头甲台湾尾，有足侪像安尼念歌的迄个艺术团，有当时是一个人，有当时是一个团，有当时是2个、3个，像安尼伫迄个年代内底呢，足侪，毋但请是迄个讲台语的，嘛有讲客语的，这种的，像讲客人有迄伊讲的叫做咱讲。客人讲叫做出把戏啊，变把戏啊，咱讲迄个卖药团共款啦。杨秀卿老师伫迄个年代内底呢，因为足侪人呢要来找伊卖药啊，卖物件啦，用伊的迄个即个说唱，无就讲即个念歌的即个艺术呢，来吸引足侪即个观众朋友来了呢，伊就唱一个抗战了后呢，就开始卖迄个药啊，所以。这种的艺术呢，慢慢安尼练出来，到20-30年了后，迄个金光就强滚下咧。嘿，所以啊，毋过到差不多1980年了后呢，这种的歌唱的艺术吼，说唱的艺术呢，就愈来愈少啦。嘿。因为这个娱乐的形式改变，较早艰苦人吼无电视无垃圾哦，就去街头吼听这个念歌，而且当这时佫有卖药啊吼，佫会来处理生活中的困难。总是咱看到这个念歌的形式故事内底吼，伊有当阵会讲历史故事吼，民间的传说，譬如讲周成过台湾啊、李三娘啊、廖添丁遮的故事，伊嘛会讲社会新闻趣味的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代志，譬如讲。食鱼仔歌吼，好心大战蠓仔歌，而且迄个时阵吼，日本时代地动嘛写伫歌册内底吼，这个自由恋爱嘛写伫歌册内底，另外嘛有这个劝世的题材吼，劝讲卖跋筊啦吼，劝讲都爱这个戒淫遮的这个内容吼。老师伫你的研究内底吼，杨秀卿老师咱知影讲，伊唱歌足活的。歌册写的是死的吼，杨秀卿老师唱歌足活，迄款这个表现的形式，你在制作过程当中，敢有这个实际的经验？有啊，杨秀卿老师吼，伊甲别人足无共的，伊个咱讲单口说唱哈，一个人做戏安尼就对了。伊会使演本来的角色，无啥像迄个人讲的，前无偌久过身迄个黄文哲老师，人有讲过，伊叫八音斋主共款，伊哦生旦净末丑，伊拢会晓来结声、来学、来唱所以呢，因为伊会开始迄当阵呢，伊大部分拢是学这个歌戏的歌调较济，所以伊伫迄个唱的所在、念甲唱的所在呢，伊足够去用什么调，像头拄楚建志讲的，要用什么调，你要家己想嘛。伊这个经验内底呢，对伊来讲就是伊的功夫啊，拢伫遐啦，拢真点啦。所以伊的像毋但像是安尼，伊的迄个说吼，对讲，还佫唱迄个讲迄个台语的迄个，人讲促音啦吼，足明显的，足迄个啦，足流利的啦。所以这个就是像楚建志啦，因两阿某即马要来学这种的这个功夫吼。迄实在无简单，因为迄当阵伊有这个生活经验，因即马拢无啊咧，要硬来学，这实在有影是无简单的一种代志。是，国珍老师，咱知影拄则咱伫影片内底看到吼，秀卿生少年的时阵念歌为着生活，食老是为着文化，这句话是你所讲的，你嘛有写册吼介绍杨秀卿老师的艺术吼。对你来讲，杨秀卿老师对咱台湾念歌艺术重要性是啥？我简单甲主持人、甲观众朋友报告，确实这句话吼，毋是杨秀卿老师家己讲的，这本人拢伫遮，因为建弟兄甲田安因翁仔某
陪伴老师去领行政院文化奖的时阵，咱有演一站8分钟的剧，后壁迄个口碑、迄个对白，建弟兄甲我就真好，讲叫国政啊来写，我咧甲想即句。但是即句话讲少年念歌为生活，食老念歌为文化，即句话在我即马咧体会啦，毋是讲咧表扬伊，拄啊颠倒变讲，即句话是深深的悲哀。是安尼先讲，头拄啊主持人见面讲一句话讲。望眼的说唱人，就是目暗的这念歌的人，伫世界各种的文化拢真重要。这句话毋是讲一般社会上人咧讲的话呢。对主持人来讲，这是出国留学读文化研究学到的知识呢。啊，主持人是安那我咧先讲，无毋对啊。有读册的人知影讲，全世界民间故事拢迄个目暗的说唱人咧念，但是你敢有知觉？国政啊，谈遮甲朋友报告我的体会，全世界即款角色拢足重要，毋过谈台湾，即款文化消失上介紧。全世界拢足重视即个目暗的念歌的人，因为因是民间故事的传播者。但是独干那伫咧台湾，民间故事、台语的念歌文化消失，比较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拢加真紧。所以头拄啊主持人讲一句话也对，但是也有不足。主持人讲，因为娱乐的形式改变，毋那啦，我要踮遮公开讲啦，毋是干那娱乐的形式改变，各有是啥？国民党来禁台语造成的代志，才有严重啦。我比评一个简单的例，咱讲杨秀卿老师即款念歌艺术，就做啥？或者说唱艺术。是。经过头拄啊吴教授咧讲，50-60当来消息就够紧。我比另外一个咧，互主持人听啦。共款分类讲，或者说唱艺术啦。即摆少年人，大家吼加无减无啦，拢会晓去听真侪少年的这主持人，因拢咧说相声啊。哦，说相声敢是台湾本土开出来的花蕊？毋是嘛？是国民党来了，用真侪文化甲栽培嘛。所以广告消息啊，讲听伊讲5分钟，你就记得伊一世人，不但会晓单口双口，阁会晓变声的5-6天。伊的歌外口已经无人会晓听，杨秀卿老师的歌外口唱已经无人会知啊，台语消失啦嘛。但是是安那？过去你去统计主持人，一架之进前谈台湾民间北京以外阁袂晓讲的人，敢有人会晓去风靡讲说相声？啊，咱即摆这些少年人拢会听相声，阁有政府扶持的真侪文化团体呢。原因对倒来，绝对毋能敢若是娱乐形式改变呢。更较严重的是台语这个文化的消失。啊，主持人头拄我咧讲的，较早社会上无毋对，吴教授讲，对这个表演的艺术家、这念歌先来讲，这就是生活嘛，这就是因生活一点一滴。所以主持人讲着，伊毋是干那咧劝世尔，毋是讲即款的歌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人有真熬你真含慢，俗语所讲为人难，毋是啊。我是安怎要唱，你敢知？因为伫公司台语台审所的歌，我家主持的节目内底，阮的好制作人拢叫我袂使唱歌，讲我唱歌足歹听，所以今日来到遮特别偷渡一下，啊，毋是干那念劝世歌互恁听尔，因个念目前社会发生的故事。是，所以毋但干那秀卿伊啊，咱另外一个足出名的念歌先王玉川伯啊，伊嘛捌甲建弟兄讲过，嘛捌甲电安讲过，讲因去到姓周的迄阵人会甲讲，你毋通念周成过台湾呢。因为因念出来是当时社会发生的事件嘛。哦。所以伫迄个时阵，啊，佫无主持人头拄我讲的。甲咱辜负的人有原伫底就对。无伫，但是伊的囝儿孙可能共款住伫遮。哦，是。啊，主持人头拄我咧讲娱乐的形式改变，较早你无伊周刊，无电视人好看，要听一个民间故事，罗江拍死石阿房。二林的罗江为着无财害命，甲伊共款伫南洋做军夫的结拜兄弟转来。伊甲怪讲咱公家做生意，结果半路就甲拍死，搁甲北手表摸到心肝也烧烧。哦，迄是敢若电影的镜头，敢若我头拄我咧讲，八卦周刊咧报的剧情，念歌先是咧做这呢，但是因外口念都无效啦，因为即马少年人是台语袂好听，是即步咧惨。哦，是，观众朋友，若是你少年毋捌听过杨秀卿老师的念歌，咱即马来看。复兴台湾文化，提倡着咱正当的娱乐，正听老车老东海。芳新本若有看你就知，啊，以前你若无看，实在是真无彩。我即马要念就是这个老车老东海，你甲偷听到尾。
就会知。啊，对啦，这个东海我知。你知啥物？东海夜市的鸡脚冻，要汤包较赢鼎泰丰，鸡排挂包是香杠杠，咖喱拉面的汤头上盖浓。你即摆是东海夜市啊派来广告的吼，无正经呢你。即摆讲的是东海莲王大的迄个东海呢。嘿，我是咧甲你讲生笑。我咧灵王就叫三太子，过来，赶紧去掠路车来迎府，大打家老咱水府，即时起兵解毒啊！是，遵旨。太祖随时要点兵，有正好汉字做头前啊！山鱼烧拍是点伊名，蛤蟆靠伊是读两兵啊！太祖变做一尾龙，喷火对着老车冲啊！这个老车的功夫实在是有较强呢，看到火来无紧张哦，先点一支烟。多谢。冲身一跳，飞去半空中。稍等一下，阮阿爹讲吼，袂使相拍。哈哈，即马落车走去，老东海，哇！即马良金神煞甲抽转来，你前也毋知影即阵代，阁是海底灵王大成才。这影片有两个美感吼，头一个咱看到安安子啊，拄则讲到路车老东海，你煞讲对迄个东海夜市去吼，这真正是证明恁是秀琴生的学生啦。是安怎呢？我2当前去台湾文学馆吼，台湾文学经典奖的这个典礼吼，面顶看到秀琴生在念歌，伊本底是要唱一个四句联吼，这7句啊4句联，才28个字，所以伊煞唱到差不多5分钟去吼。28个字唱5分钟，中加足济伊的口碑，这是伊这个念歌的手路足牛的所在。建议大兄，你个教秀琴生学这个念歌的时阵吼，咱看到恁真正有学到伊的手路呢？阮可能学到伊的皮也是毛尔啦吼，真正老师的艺万古深刻啦。是但是真趣味。就是讲，不管是古老戏也好，也是身边的也好，有一点秀琴生定咧甲阮讲，敢若要念，就爱甲人无共款。所以有当时即个，尤其古老戏，阮咧学艺的时阵，拄好是即个文化部的即个艺生的传承的计划嘛。当然委员啥拢爱来看考试安尼。对我来讲，就是讲，我一直咧想讲，即个精神，即个戏，咱爱完全吸收落，照咱的意思一句一句来行。当然，咱无可能每一句拢记甲交秀琴老师一模一样啦吼。甚至讲，即礼拜上课，交后礼拜上课，伊念的都无共啊。要咱要记的，就是迄个故事的主要的内容，毋是讲一句一句拢完全一模一样嘛。长期安尼咧上课的过程，慢慢啊，即个习惯养成啊，也结果有当时吼出现麻烦，就是讲伫外口咧表演，即摆所唱的交这个字幕拍的无共啊。因为记袂牢，我到底我字幕交代互人啥？咱咧唱的时阵，无可能一模一样。像即种麻烦嘛，捌拄着过，也嘛捌讲咧考试的时阵，即个先生看即个咱交起的剧本。你顶悬唱的，咱交唱的个即个字个无啥共。咱迄个中间吼，不管是表演也好，还是考试也好，无迄个机会共解说啦，所以捌造成着误会安尼啦。是，安子啊，我亲身我咧看秀琴生演出的时阵，我拢会感觉就是讲足不可思议吼，因为我家己咧做歌册研究，我会去读歌册。
啊，我看到伊咧表演，伊所唱的歌词，甲歌册面顶是完全一模一样，袂输讲几百本的歌册记伫头壳内底。不过当这时，伊咧讲的时阵，伊咧唱的时阵，佮加足侪伊的口碑吼是千变万化吼。啊，你感觉秀琴先这款的手螺是啥物款的生活历程学到的？哦，讲到这吼，老师有影足厉害哦。伊有甲我讲过吼，讲吼伊细汉的时阵拢会去走唱嘛，啊去走唱的时阵，伊拢会甲人画架，用画架，就是讲你吼有人客就甲讲，譬如讲我今仔日想要听这个李罗车北凉金歌，是，吼啊李罗车北凉金歌，因就来讲哦，这本吼就爱15箍，啊另外迄人可能讲卖啦，我即嘛无遐15箍，无10箍好无？吼啊讲的吼，啊个有老师讲有一届吼。好，讲抬价，抬到足价的。哦。啊吼，伊全好啊，你要抬价是毋是？伊迄歌册吼，安尼自头到尾吼，迄个戏本来上无爱30分钟才念会煞，伊15分钟就甲念煞。哦。嘿，哦啊，迄个人哦，毋来讲抬价哦，伊个歌册摕来吼，安尼一句一句安尼个对。吼啊，对了就讲哦啊，现在你真牛呢。哦，你念15分钟念了啊吼，一句拢无减。哦，迄就是功夫，所以老师吼，事先就爱互知影讲，咱即届演出要演偌久，吼，是要30分钟，还是40分钟？吼，你要伫偌久的时间，会去安排讲我即个戏吼，即站戏要唱好较节的，还是唱较假的？迄拢在伊发挥的。头壳内底资料库真大吼，随在伊斗安尼。是。国珍老师，咱看到讲念歌吼要精彩吼，来讲故事内底足侪角色的吼，甚至是上简单的，亲像迄款病囝歌啦，还是小波歌即款内底至少嘛有2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杨秀琴先伊上高的就是讲，伊咧表演无共的角色的时阵，伊会变伊的声哨吼，这是伊招牌吼。你敢会当甲咱分享一下？是头拄啊，建弟兄甲田安伫咧讲的。其实吼，这拢咱会当简单一句话来表明，就是讲这个正民间做话戏的功夫。啊，毋过做话戏有几项的标准甲要求。头一项就是咱伫咧讲念歌一定爱斗句。田安甲建弟兄印象知，老师常常咧讲念歌若是无斗句，亲像做衫无下书。啊，毋过念歌若有斗句了后，剩的就是活泼变化。就是头拄啊，莫明兄咧讲的，杨老师伊会将所有的歌册暗念记起来，伊无看到啊，伊要安怎记？咱拢知影，是伊的翁婿读歌册互伊听。毋过伊爱去理解哦，伊爱去理解了，伊就要吸收哦，就要结无共款的声哨，小声老声，小段苦段。莫明兄咧做歌册研究，安尼我甲你探讨一个趣味的代志。因为在行先咧，就是咱咧讲杨秀卿老师的翁婿读歌册，互秀卿伊也听的时阵，伊吼。字吼，毋是读字捌啦，所以吼，在行先呢，本来伊伫的时阵拢咧甲秀卿姨啊伴奏嘛，吼。在行先咧读歌册，互秀卿姨啊听的时阵吼，伊迄字读毋对吼，秀卿姨啊原来对咧唱毋对，你敢知？哦，迄个有一本歌册叫做《风河楼》，建弟兄上知，内底有一句啦，吼，你若去看歌册内底有写讲前奏先影去还城，迄个还就是啥？就是人的字声，迄个还嘛，吼，就是咱讲迄个攀谈的攀，下骹毋是竖，是一个大，你知影我咧讲迄个嘛？还梨花的还，还梨花的还嘛。前奏先领去还城，所在前招人请人惊，照大荆州雪占领，全无照早约束行。但是你去听秀卿伊啊，就毋大，伊安怎念你敢知？伊念讲前奏先领去楚城。哦，因为在行先咧，迄字袂晓读啦，读做楚国的楚啦，所以从此秀卿伊也就毋大拢读楚城啦。当然这是俏谈嘛，但毋过你咧讲，人爱晓变无共款的声，那这建弟兄因真了解，因为因跟伫咧老师身躯边，第一是上久的，第二你头拄我咧讲吼，学着啥？建弟兄因真客气讲，我学着淡薄仔皮甲毛啦，毋过吼学较济的人无像因的认真呢。伊毋是干那认真尔，因佫会晓机关变境，佫会晓动头壳将即个念歌用创造新的技术来甲少年人互相交流。所以你头拄我看到遐影片，迄是因两个去撞出来呢。啊，秀卿伊也就讲互因听，讲少年孙是安那，别人卖
拢敢若我头拄仔咧讲，念迄个旷世歌，固定一个人的声。即款的歌真遗憾，全讲劝人在世间，人有真牛真含慢，俗语所讲为人难，伊哪会去变？因为建典兄就听因老师讲，少年的时阵，伊只是去看戏、看歌戏，看人。 无共款的角色做小生，什么款的开口做小段，用什么款的角度伫咧表现，了后吸收了后，就亲像咱头拄仔咧讲，暗时就出去外口流浪啊。有当着人要叫念歌，有当着吼，咱伫卖花团咧对人做，爱做到上精彩的时阵，歌甲炸起来，伊就会晓变呢。会晓吸引讲，吼，愈侪人去惊的哇，愈侪人去听着我即个一个人接骨落声，别微无的，有法度一种技术，一种艺术。啊，在我的体会，确实。 是秀卿伊也即演的，伊是上大声，可能无定着敢若单独伊一个人，我毋敢讲，因为吴教授的研究，咱知影讲，迄个时阵南北二路拢有足侪念歌仔先，有当着啊，因即马目前资料无的，迄原来有，已经找袂着啊。我头拄仔咧讲，台湾的文化消息是全世界上紧的，因为台语的消息，互咱感觉真毋甘。当然，伫迄个时代，除了秀卿伊啊，另外有别人会晓安尼一个人结骨落的声无，我毋敢讲。毋过秀卿伊啊，确实。 伊是独创，伊是行伫时代真头前，伊是要将念歌即门艺术发挥了搁较技巧咧，这样影。我嘛要讲一句话，讲念歌是啥？念歌第一是小报歌的亲情，第二是歌戏的大兄。当然我条讲斗句的，但是伊这就是7字4句，过来就是在人安怎样去发挥。小卿伊也有影。 将伊迄个一个人结骨落声，即种技术不但发挥，佮吸引真侪观众朋友感觉讲，伊咧念甲人技术无共，甚至讲有法度拍入去广播电台。我相信这也是一项足要紧的原因。是讲到念歌文化的创新吼，咱来看后一篇影片。复兴台湾文化，提倡咱正当的娱乐，各位朋友，请听廖添丁传奇的故事。 哎哟，我放桥这条案件，做了的后，啊！你刑事拍拼咧卖日草，哇！这个角头啊，实在若毋对我杀掉，迄就真歹讨咯。我着赶紧来找一个所在，通来劈啊这个风啊头。 一个所在，通来飘风头啊！嘿嘿，要我若想要某大档，对，我着买3裤来变装。哦，即摆我来买3裤，通我来准备啊，打扮做小姐，做客婆，通我来去应征咯。有人伫咧无？有哦，嘛感人啊！ 跳家你好，哎哟，细妹安酱哦，哎哟，客家妹实在有够水，身材阁袂输阮阿妹，实在互伊撒一个大身躯，哎哟，我笑甲猪哥烂是流规堆。阿妹啊，赶紧来甲带入去啊，交代工课互伊啦。好啊。哦，廖添丁即马呢，加干咧细二叮当。 哦，哪讲啊，不觉敢若亲像即个流水伫咧过，已经来遮1个月咯。头家，听讲即个500来真好啉，我甲你敬一个来，紧啉来愈济愈好。啊，你若酒醉，我着较好来下手，等我正头来入手，通来啉，哇，就真强水甲，面红红，拍伫桌顶，知人咯。 今嘛，我着赶紧下手来活动，添丁啊走去开苦房。哎哟，夜明宝珠是金当当，今日子甲是我要好康。嘿，我咧钱头来捆好势，通咱讲。 要我利用3更夜半通个啊，来去赞助一寡遐弱势山车人。因为时间呐，的关系，袂当甲你念卡价啊。下面的节目也真济，你着豆豆啊欣赏，无问题。
建立大哥，咱看到这个影片内底，拄则讲到这个秀琴生吼，伊的脚无共款的声数，这对恁学歌来讲是基本的。总是咱伫这个影片内底看到，恁搁行搁较远吼，伫这个念歌的这个文化内底加无共款的影像，加这个影片的制作吼，这对恁来讲，恁事实上恁咧想啥？是安怎要去做搁较远、搁较创新的代志？阮对2011年正式交老师咧学歌啦吼。一直到2013，我开始做老师的行政。是。呀，迄时阵才发觉到讲，敢若不对咧。老师的团逐当拢咧做巡回表演，拢做了钱啦。哦。做了钱嘛咧做啦，吼。过来，即个观众朋友吼嘛真少，上介少的时阵，台卡8个人。哦。阮咧想讲，这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啦？是。吼。我甲安就开始来讨论讲，这一定是倒位啊出问题，吼。广告方面啦，吼，各方面一定咱爱甲做十全，要无这安尼根本都无合理嘛。一个国宝的先生表演，迄时阵佫无卖票哦，票用送的啦。迄时阵阮上介搞的就是安怎？袂输咧，即摆咧讲做快递有无？遮送10张，遐送20张，四个咧送票。送到来时到咧开演的时阵，8个、10个，加超过50个、80个啊。所以阮想着讲，毋对，爱想办法。第一个广告爱想办法拍出去，爱互人知影啥是念歌。对。因为咱出来表演，迄海报顶悬写念歌，无人知影念歌是啥，看迄2字伊毋知，海报嘛袂唱歌嘛。所以阮开始来设计讲，无咱来交啥物国乐合作，交即个技术合作。交即个影片合作，想办法。第一步想办法，互较侪人了解啥是念歌。我感觉即个第一步爱做。阮是伫即个想法开始去交无共款的表演方式结合，也像咱拄仔看到的影片，也嘛是因为即种的想法，阮决心讲，即个代志爱做。是。虽然讲阮去请教一案，拢讲久啦，可能。一寡，阮可能写了无清楚还是啥吼，咱送案的时阵，一寡委员即个看想讲，你这传统的艺术表演呐，聊，搁要南这南迄，乱搞啦啥的，可能阮表达无清楚，各方面的，迄个时阵咧做这个代志吼，阮想讲应该会当有一寡赞助补助啥拢无，结果阮2个硬安尼甲做咧。建立大哥，你所讲的代志，互我想到陈明忠老师的一首歌吼，伊讲台骹无一声好，台顶是拢全好吼。安子，你做即款，你做遮的这个努力吼，都是要将这个文化搁加传承落去吼。伫这个过程中间，事实上咱拄则看的这个影片，是得到德国的这个红点的设计大奖哦。伫有即款的成绩吼，对于来讲是算讲是一个鼓励，总是。伫你的这个过程当中吼，敢有啥物艰苦啦，还是讲推广这个文化内底，敢有啥物经验会当甲咱分享？迄当阵咧推广的时阵吼，有影是差不多安尼讲啦，你问10个人啦，差不多10个人拢毋知影啥物叫念歌。若是拄好有一个人知影吼，迄个人吼，加知影讲，哎呀，迄就是我来念歌互恁听，毋免扣钱，免着惊迄条歌啦。加是安尼哦。是。若是真正捌的人，差不多拢是差不多70岁左右，迄当阵，哈，70岁左右的人吼，都袂输讲，哎哟，迄哭哭啼啼，迄毋好啦，迄无水准。嘿，就是安尼感觉啦。所以迄当阵吼，要推广的时阵吼，阮连要甲一个人讲啥物叫念歌，就讲甲喙甲全破，讲甲无烂就对啊。是。真辛苦啊！迄当阵拄好，云科大一个学生讲要做毕业制作嘛，就来讲吼，讲看到恁有一个啥物念歌甲爵士吼结合也真好啊，问阮看会使同齐做无？我就是讲好，迄当阵我就干那一个迄个安尼，迄溺水的人吼，迄掠着一个迄个插头共款哦。我讲好啊，无问题啊，看要安怎约啊。一约我就甲伊讲，哇，念歌就是安怎安尼。因听嘛，介有兴趣，讲好啊，无咱来试看卖安尼。是安尼开始的。迄当阵阮真正是已经为着要推广吼，已经想到毋知要安怎做啊。
哦。啊，连你去上岸讲，我要做一个念歌节，还是做一个迄当中我有办念歌节啦。吼啊，做一个念歌节还是啥吼？啊，逐个迄委员看看，就讲啊，你讲你规暗拢要唱款式歌哦。啊，阮就是连遐有当时啊吼。伤过无了解啊！你若是讲你要去看迄个天鹅湖吼，好无？啊，伊吼规个头脑就想着讲哦，迄个穿迄足水的裙啊，啊，伫安尼跳舞的样。啊，你讲念歌吼，没有画面嘛，也没有声音，吼。是。啊，阮就是对迄个当阵吼开始来推测的安尼。是。教授，咱拄则看到这个影片吼，毋但有画面，嘛有足侪足神奇的这个手路伫内底，做一个学者来看这款念歌的新发展吼，咱会安怎来看这个方向？因为因两个吼，本来都是秀卿老师伊的迄个应该算第二代啊，应该是第二代第二批迄个艺星啦。是。因为第一批是迄个郑美英嘛吼。迄当阵呢，因为因爱学4年，这4年内底爱学啥？因为说唱吼，像对秀卿老师来讲，迄拢是伊一生生活的一种反射。是啊，像因拢无迄个经验，要安怎来学？所以迄当阵呢，因伫学迄当阵呢足辛苦的，所以要安怎来学？迄当阵都有一寡迄个课程要互因。啊，学老师诶，伊开出来迄个曲目啦吼，迄个剧目啦，像迄个什么周旋过台湾啦，好神帮啊啦，迄拢是伊个较长篇的啦吼。啊，毋过抑阁有一个就是杨秀卿老师伊个迄个开口，你要安怎来学？啊，不，这足对因来讲足困难的。所以因迄4年内底呢，都为这委员呢，都希望讲，最起码你先卖有迄个创作的迄个方法，先甲杨秀卿老师伊的迄个经典呢，先甲学落来。是4年毕业了后，恁要安怎创，才来安怎创。所以恁看，伊差不多要毕业了后呢，伊才开始做一寡创作出来。是，吼，才有看到迄个较新奇的这种的方式。伊嘛有就讲，即马像这个台湾念歌，我那要来吸收这个观众朋友呢，入来讲来看，所以因两个说讲实在啦吼，这个过程阮拢知影，足艰苦的，尤其迄4年，哦，袂使创啥，然后一定要学这个秀卿老师伊的迄个经典吼经典啦，你袂使创作，所以呢，因迄4年足艰苦的，啊不过这4年了后呢，因就开始放飞了。今年大哥讲到这吼，恁是安怎用恁的方式来补恁的生活经验，甲秀卿先无共款的部分？其实阮对熟悉秀卿先进前吼，差不多3档前、4档前，阮两个就拢伫车顶咧听秀卿先的大。哦。嘿，较早我伫下即个大提琴啦。啊，定拢伫歌戏班咧伴奏。是。啊，我爱下弦啊。啊，即摆若是白天休困的时阵哦，人去开讲啊、食薰啊、放尿啥的，啊，我就定去摕人的大弓弦起来下啊。哦。啊，阮一个先生哦，刘文亮老师啦，伊就讲啊，建志，你遐爱下大弓弦吼，啊，恁安学迄个中乱有无？恁两个人一个去学乐琴，一个学大弓弦，恁两个去做念歌啦。我啊念歌是啥？念歌，你去迄个延平北路遐吼，迄个一个第一唱片行，你去甲买，你听就知影。迄暗阮就去买到杨秀清老师的大，啊车顶咧听 CD 了，哪听哪开车，等伊到台中，感觉太趣味啊！暗时1-2点啊呢，阮就开始写，老师念的唱词啊，慢慢啊甲听，啊慢慢啊甲写落来。哦。隔工早时来试看卖。两个伫安哪大哪唱，迄时阵应该是2007啦，08年。啊，安尼伫厝黑白弹黑白唱，差不多3档左右，才熟悉秀卿老师。才去拜师傅安尼。对，才熟悉伊啦嘿。啊，落尾开始甲老师上课了后，嘛是啊。阮住台中，老师住伫汐止啊。啊，除了做艺生，头前阮有2档是无做艺生，家己去向老师学习2档嘛。
啊，我月升4档，安尼6档，啊，搁安，阮安尼上届照的时阵，差不多7档外。哦。逐礼拜至少两工啊。是。去找秀卿老师学戏，要就是拢安尼啊，开车去，开车转来，路哩嘛拢一直咧听。哦。那听，即摆感觉趣味，等下搁捌开转来，迄句搁听，一直听安尼。就是你拄仔所问的，阮无迄个环境要安怎？咱若有时间的时阵，咱就想办法创造迄个环境，就一直听。是。要么念歌以外嘛，什么博笑剧啦吼，啊，在这个前阵啊嘛去做新的这个叫做。歌手。啊，对，嘿。啊，我嘛是拢伊个大车顶嘛是听博笑剧也好，念歌也好，歌戏也好，这种的阮就是开车拢一直听安尼。是。嘿啊，阮的开车的时间足长的。是。嘿啊。用做学生的顶尖哈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吼。杨秀卿歌声传承的故事，咱即马来看。我希望甲念歌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小妹啊，住伫8年间，细杨秀卿，就是我本人。念歌杨秀卿老师去互文化部认定做人工国宝了后，要收艺生来学念歌。这寡艺生毕业了后，开始传承念歌文化，为人做创新的 MV， 拼国际知名度，要人登到故乡庙口传唱在地声音。因为咱真侪人吼，往往因为是伊个读册的关系，或者是工作的关系，拢离开家己的故乡，吼去别个所在去到打拼。所以阮特别这个演出吼，把这个主题叫做回乡。互真侪人回去细汉的时阵，或者是今嘛，迄庙埕附近吼，上有亲切感嘛，咱定去拜拜。啊，所以用这个主题来表演的念歌安尼。回乡念歌受到在地民众欢迎，那定的老家增加热烈的气氛以外，照庙口来念歌，为属是甲较早庙埕的功能找到回来。办这个活动，人伊要坐好的物件，就是爱有足侪人来看、来分享。这非常正确的一件代志啊！大溪嘛有庙啊，伫念歌啊，这种场所，这种即马看下蛮敢若真回味款的，较古早味安尼。听阮的阿公哦，听收音机嘛有这款的节目伫唱，这袂歹，真的袂歹。这届回乡念歌要进行台湾各地头的巡回演出。所来要去婚礼的轮陪，也有西丽庙口念歌，用上接近的距离，互民众听到在地传奇故事，用念歌甲这块土地感情甲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田家豪桃园报道。安子。咱知影讲，你甲建志大哥吼做艺生，过来结婚吼，这个结婚事实上嘛是秀卿先来甲恁鼓励，安尼恁两个人结连理对咱台湾文化的传承是足大的贡献的，这是什么款的因缘呢？迄当阵吼，导师就甲阮问啦，问讲啊，恁两个安尼当时要结婚，我就讲啊，厝内底都无啥物。算讲是无同意安尼啦，啊，伊就讲啊，无恁紧的去囝生的，厝内底都会同意啊。伊的思想真进步呢。我就讲唔通啦，啊，老师就甲我揪去边仔讲，迄无要紧啦，啊，你就出来讲一下安尼，啊，老师就甲阮鼓励啦，吼，讲迄袂解困难的代志啦。是。啊吼啊，个有影呢，有影吼，我就。阮两个就紧去办的啦，啊，请客的时阵吼，阁有请老师去。哦，老师吼，佫上台甲阮讲好话、唱好话。是，就是当场安尼唱出来。对哦。哦，真正是一个，20分哦。真正是一个歌声的手路。郭靖老师，咱讲到这个传承的故事吼，秀卿。先吼，伊开始做传承，1983年就开始啊，做这个传承的工课，互咱台湾的这个念歌文化会当传落去吼。咱知影秀卿先伊少年的时阵，在念歌时本地就是甲当代结合的一个艺术。到今来，咱看到建志兄甲洪安子啊，因嘛是在做这款的代志吼。念歌甲当代的结合吼，安怎来讲？我咧想吼，有足侪人吼，咱讲。
食无三百样菜嘛，想要上西天。毋过咱头拄仔听到建弟兄的过程，伊是听博笑剧、听歌戏、听秀卿伊的念歌，伊是浸伫咧台语文化的艺术下底，才来创新甲进步，这点足要紧。小弟伫咧公司台语台主持的心所爱歌这个节目，阮的制作人何正英，伊嘛是足重视讲。爱将这早前的台语的作词作曲家的过程拢访问出来，因为咱听到过去的念歌做基础，头拄仔吴教授咧讲的，适当囤底了后写出来物件，才袂走精呢。包含台语的流行歌嘛共款，较早是安那歌迄度，你要有节目通互下辈对台语有兴趣的人看啊。啊，讲到这，头拄仔赵教授咧讲的传承，我们若干那要表明讲。电安甲建弟是互我足钦服的，毋过赵教授头拄仔讲一项毋对啦吼，因结婚毋是为着台湾文化，因是为着爱情。当然我讲笑啦吼，啊毋过我要怀念两个人吼，头一个是这本册内底，这我写的册吼，翁瑞珍老师，确确实实伫咧早前，伊原来拜杨秀卿老师做先生，伊足认真去甲真侪只念歌的歌先，因已经拢收起来无咧念啊。安尼一位一位去甲找出来，去拜访。伊伫2001年的时阵举办国宝级念歌艺人大会演，我伫台卡咧做听众，我赶紧去甲玉川伯啊抄电话。翁瑞珍老师吼，伊就是翁维仁教授的接班小妹，啊总是讲伊互咱真怀念，足早就离开去啊。啊，另外一位我真感谢，因为当时写这本册的经过，就是杨秀卿老师得到国家文艺奖。啊！出版社的编辑林雅琪小姐来找我讲，想要来让你写一本杨秀卿老师的过程。我嘛对嘴甲问我讲，啊，我这无名的小说是谁甲引荐的？结果伊讲是南部周定邦老师。定邦兄是原来用伊的姓名咧推动念歌，到这当阵，到8月份，伊也搁要举办一个有史以来台湾头一摆歌戏的营队，佫是免费的。要有真侪人来亲近啊！实在我讲毋对，有史以来头一摆念歌甲歌册营队，伊要有真侪人来亲近念歌甲歌册这门的艺术。所以头拄仔咱咧讲，第一念歌就要紧，毋过传承推动佫较要紧。第二，你要传承推动，你袂使家己想家己对。你袂使想讲吼，我做这嘛做念歌，你要先拍基础，先爱浸入去迄个台语语言文化艺术的环境下底，亲像建弟兄，亲像电安，因安尼用心计较咧学习，较早因念歌的人的技艺，念歌的人的迄种尊重，迄种感动人、迷人的所在伫倒位？囤底了后，咱再个来创新，再个来变巧。啊，若无吼，有真侪互咱感觉讲真拍算。好像头拄我咧讲的，学无几把功夫，伊就要出来拼，连台语都讲袂练转，伊就要写台语歌。即款的情形，有当中啊，互本身内行的人，伊听到就会害头。但是建弟兄甲电安，因两个咧做，确确实实是伫正港台湾的文化基础顶头所开出来迷人的花蕊，真正是台语语言艺术迄种感动人的花蕊。啊，咱若相信讲过去有翁瑞珍姊啊，目前有。定邦兄、甲建弟、甲电安因继续伫咧拼，咱嘛期待这个歌册，期待这个念歌营队，期待会演的，敢有迄个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像亲像建弟兄因安尼用生命伫咧浸，才有法度继续做新时代念歌产生出来。是。建弟大哥，拄则郭靖老师所讲到，互咱即马少年秀卿先吼，当这时嘛要推广这个念歌甲台语的文化。对你来讲，念歌的文化即马伫台湾社会的意义是啥？啊，你想要努力的方向是啥咧？真侪人用这个合作西洋的 rap 这种的概念讲，啊，这就是咱台湾的 rap 吼。当然，我嘛是学这个。也做民族音乐学的迄个，学这个学问的啦吼，读这个研究所啦。啊，那论真来比，迄是无共款的。但是阮无咧计较，只要伊会当用安尼比较，互伊来接近，互伊来了解。啊，我感觉拢会使啦吼。过去10档，阮想讲，咱用10档的时间，想办法互较侪人来了解。第2个10档，再来想办法将。故事性拢散出去，恁若要用，这个谱恁若要用，大家拢来用拢不要紧，安尼会当造成着讲吼，这大家拢来运用嘛，安尼要传落去有可能嘛。结果阮第1个10档过了后，发现讲第2个10档，这个代志搁要继续做，想办法互较侪人了解，知影念歌是啥，听到念歌是啥，安尼。是，啊，你即摆来看效果是安怎？效果哦，当然阮的
能力有限呐。人讲一步一脚印吼，好，阮咧行实在是伤慢啊，能力有限啦，爱靠大家吼斗支持、斗帮衬安尼啦。是。红安姊，你甲建弟兄结婚是为着爱情吼，总是恁用爱情的力量在推动这个念歌的文化，你有啥物要补充的无？其实就是像老师讲，阮老师拢讲伊是天公仔囝，哈。我想吼，建议大你替红安姊来介绍下。我知影伊要讲啥啦，阮老师嘛是甲阮讲啦，你一步一步行，时间到，代志就会解决啦。阮上届惊受轻生的，甲阮问一句话啦。